系啊，好，按钮就会100分。啊，有时也会去学校啊，某种协会有时候会去医院啊，我去没有去过监狱，没有去过嗰种戒毒的，嗰条地方表演。其实我知道，去嗰种地方表演就是做一本家着动态的鼓励，有一般我就去戒毒所，俺表演完。有很家着好喜来分享嘅心得心情，所以有一张嘅好喜来，佢当感动，佢教字嘅，佢讲看我哋表演，佢真嘅当感动，佢就反过去留嘅坐到大海，睇緊佢讲，然後就做人哋在食圖片咧，然後就可以改歌。真嘅你拍片樣有冇？吼，真嘅拍片有啲糖歌曉知道情感通，佢就反過去。睇下做咩個識拖嘅嗬，睇下可以行無向嘅人生嘅道路。哦，知道咩動感通啊，人哋設計。真嘅啊，就市場有翻講嘅哦。其實大家印度有冇強嘅專長啦，冇強嘅能力嗬，所以青島自家嘅投入嗬，而行哦就相信嘅條路吼，大家印度有冇強嘅風景哦，世界各地東家哦。啊，理事長非常感謝你吼，我想就像理事長講嘅，希望做啲因為咁樣嘅協會做啲鼓勵很好多感恩吼，今非常感謝玉芬，非常感謝理事長本大家嘅分享吼建議然後鼓勵吼，哦，好，今本應該係收穫未動吼，希望鄉親朋友嘅收穫未動到吼，好，接下咧今本應該一家通宵做，教大家咧做乜嘅咧，大家聽錯當期待吼，所以大家準備下，看看今日到底教大家做乜嘅咧。
睇到世界級大人物的健体行富士天下。从世界的经济焦点到跨国的政治谈判，访谈内容全场就4幕，让你看得很清楚。七家国际同仁大家睇到充足的体育线。当礼拜5下午6時10分，即將準時收聽七家國際。购置條卡請 A 卡。果子偷家找 A 卡。购置條卡請 A 卡。果子偷家找 A 卡。购置條卡請 A 卡。果子偷家找 A 卡。果子頭家找 A 卡。貴子條卡請 A 卡。購置條卡請 A 卡。你聽我解釋。不是，都怎麼聽到？要找進來。胡凯文就不会这样子，怎么？现在就要轮到我们的胡凯婷了吗？你可不可以让我自己决定一次我要读哪里？这是我自己的人生呢。那这是不你干的。米朗英语噼里啪啦冲冲跳跳，报名的消息又来了。欢迎幼稚園到國小的小朋友，此刻一零年也是團體表演讀數的，入線啊就有機會送天使連隨你哦。趕緊將報名的電話記下來，歡迎好表演的來表現自家做台面人哦。家家搶下來報名，共一定搶下到到呢。哟吼，哈哈哈！小巴老師又來哈，看到我很開心哈，一定有啦，對不對？懂歡喜哈。來，我們又要來運動了哈，站起來哈，馬上走到沙發上來哈，放下你那個零食飲料，快點站起來哈。今天呢，一樣要教組回運動，你已經學會3組啦，但是呢，小馬老師呢，買3送1啦哈，再送你1組哈。都在懂傻屁啊，哪會4組哦？4組有氧運動哦，可以教別人哦，教那個李莎啊、收工啊、八公啊、棒妹啊、送妹，切，來，我們一樣要做暖身運動哈，來，一樣，來右腳，右膝頭哈，一樣把右臂、大腿、右臂拉開哈，來，讓手叉腰哈，右膝頭呢不要超過腳尖哦哈。左邊的右臂打直，好，來換邊，哦，加油加油！來，手放膝蓋上，哈，屁股往下蹲。來，你的手呢，再把膝蓋打開一點，哈。好，慢慢起來。啊，腳站回來一點，好，右左，來，深呼吸。好，來，準備好嗎？第一個動作呢，你還記得嗎？往前3步，點，往前3步抬膝，沒關係，老師一樣，慢動作哈，慢動作不很寬哦哈。來看老師動作哦，1、2、3。拍3下，來拍子是這樣，再數1次給你看哈，往前3步拍3下哈，加油加油！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哈，再一次加油！跟着老師做哦。
3、4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哈，小秘诀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8的时候是左脚抬，左脚没有换脚，直接往后抬哈。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往后抬哈。加油加油，再一次加油。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、5。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这样会了吗？哦，加油加油！再来一次这个动作，这动作很简单哈。哦，加油！右脚踏步。1、2、3、4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同键弹嘛，好，加油！再一次哦。右脚踏步。我们再做一次，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这样做2个动作喽，有没有很开心哈？一下子就学2个动作哈。那第3个动作呢？加油哈，有点难度哈。来，老师示范给你看哦哈。右脚，左脚。右脚，慢动作哈，再一次，右左右哈，5、6、7、8，右脚，左脚，右脚，再一次慢动作，5、6、7、8，右，左，右，来数拍子加快给你看哦，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。记得3、4，好，停在这边。啊，注意，这个叫做中摆步，但是你不要乱甩。乱甩这边什么？骨盆可能会，就是如果乱甩的话，久了可能会不舒服哈。加油，数拍子，老师数拍子给你看哈，加油。右脚踏步，加油。右左右准备，1、2、3、4， 1、2、3、4。啊，右左右玩呢，左右左啊，两边要对称，才会平衡哈，加油！加油，再一次，1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右脚踏步。这个动作我们再练习多次一点，加油！中摆步。1、2、3、4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加油！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6、7、8后。右脚踏步哦，我们再练习最后一次，我就要把动作加进去了，加油！1、2、3、4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哈。来，加油！刚才这个动作不是停在这边吗？左脚哈，好，加一个侧踩恰恰恰，用你囔哦，什么叫做侧踩恰恰恰？侧踩，哒哒哒，踩，哒哒哒，踩，哒哒哒，踩，哒哒。注意哈，左边踩，重心往左边；右边踩，重心往右边。手可以自然放在你觉得舒服的地方。侧踩，哒哒哒，侧踩，哒哒哒，踩踩，哒哒哒，踩踩，哒哒哒。来，左脚先来哈，1、2、3、4，踩踩，哒哒哒，踩踩，哒哒哒，很好。左脚踏步，再一次，1、2、3、4，踩踩，哒哒哒，踩踩，哒哒哒。哦，来，左脚3个抬膝。来，右脚3个抬膝，来把右左右跟踩踩恰恰恰放在一起，加油！刚刚教的中摆，1、2、3、4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踩踩恰恰恰，踩踩恰恰，你的手可以这样子，也可以画个圈，啊，你还脚哈，画圈哈，画圈。这样可以运动到你侧边的肌肉后，右脚踏步，加油
右左右左右左，踩踩恰恰恰，踩踩恰恰恰，加进来，加油！一闪西，一闪西，6、7、8，踩踩恰恰恰，踩踩恰恰恰，右脚踏步，加油！再加一次，一闪西，右左右，左右左，当当恰恰恰，右脚踏步，用力当哈，来踩出来哈。手可以往外延伸一点，哈，延伸多一点。按你的右臂嘞，右臂用到大腿跟臀部力量，可以蹲低一点，哈，尽量延伸出去，哈。那注意哦，不要碰到其他桌子啊、家具啊，哈，会有危险哈。延伸出去，延伸出去，让你的那个下半身运动多一点。然后右脚踏步，加油！右左右左右左，踩踩恰恰恰，加到这边。一闪西，一闪西，6踩踩恰恰恰，踩踩恰恰恰，右脚踏步加油。前面的动作呢加进来哈，1、2、3、4，抬膝3次，往后抬膝3次，右左右左右左，踩踩恰恰恰，踩踩恰恰恰，加进来加油，右脚踏步。一闪西，一闪西，6后退，2、2、3、4，右左右，右左右，左右左，踩踩恰恰恰，踩踩恰恰恰，右脚3个抬膝，好，右脚踏步，加油！再一次可以吗？周正猛，周正哈，右脚踏步，加油！一闪西，一闪西，抬3下后退，一闪西，右左右，右左右，左右左，踩踩恰恰恰，踩踩恰恰恰，3个抬膝右脚，右脚踏步，右脚最后一次加油。讲一下动作哈，加油！一闪西，一闪西，6、7、8，2、3、4，右左右，一闪西，6、7、8，踩踩恰恰恰，踩踩恰恰恰，换左脚喽，换左边喽哈，左脚一样哈，跟右脚一样。会紧张吗？唔会啊，哈，难听哈，单组都会了，这次4组那么简单，一定会哈。那个左脚走，一闪西，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，左右左，左右左，右左右，踩踩恰恰恰，踩踩恰恰恰，左脚3个抬膝。左脚一样哈，踩踩恰恰恰，踩踩恰恰恰，手跟大腿尽量延伸出去哈，画一个圆弧形回来，画一个圆圆的哈，圆圆的回来哈，运动这样下半身可以运动多一点哈，左脚踏步加油，左脚再来哦。1、2、3、4，一闪西，抬3下，2、2、3、4，左右左，左右左，右左右，踩踩恰恰恰，踩踩恰恰恰，左脚3个抬膝，左脚踏步加油，左脚还有，一闪西。闪西，6、7、8，后退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左右左，右左右，踩踩恰恰恰，踩踩恰恰恰，3个抬膝，左脚，左脚再练习多一点，加油，左脚踏步。一闪西。一闪西，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，左右左，左右左，右左右，
踩踩恰恰恰，踩踩换右脚踏步，右左接一起喽，U 片左片加在一起哈，中间不休息哦哈，踩踩恰恰恰直接换脚喽哈，来右脚踏步加油，等一下动作，右脚踏步。深呼吸，还呼吸顺一下，记得呼吸哦哈，喘气，一闪吸，1闪吸，5、6后退，2、2、3、4，右左右，右左右，左右左，踩踩恰恰恰，换左脚往前，1闪吸，很好，加油加油，很强哦，4、5、6，左右左，左右左。右左右，踩踩恰恰恰，右脚再一次加油，1闪吸很强，加油加油，2、3、4，右左右，右左右，左右左，踩踩恰恰恰，换左脚喽，1闪吸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左右左。右左右，踩踩恰恰恰，右脚再一次加油，有换吗？右左右，左右左右左，踩踩恰恰恰，踩踩左脚最后一次，1闪吸，5、6换后退，左右左，左右左。右左右，踩踩恰恰恰，踩踩哦，深呼吸，后脚踏步，哦，会开嘛？哦，唔会开，唔会开，哦，跳有氧很欢喜呢，哦，很强哦，你现在会4组喽吼，买3送1吼，小老师搞要记得吼，每天跳有氧，每天15分钟吼。可以瘦哪里，全身都瘦啦，想瘦哪里就瘦哪里啦哈。来，我们一样来做一下伸展，来往前驼背，来站回来，来手往后打开，好，来手往上，踮一下脚尖，来往下放松，吼，深呼吸。记得每天都要运动哦，就算只有15分钟、半个小时都可以哈，一定要每天保持运动的习惯，才能青春永驻、身体健康哦。下次再见哦，张伟了，拜拜。大都市单元来了，两位都是从国先修出来的王金伦还有黄友贤。这里煮个料理要先吃那个胃药。这对你来讲简单，对容易来讲可能泡面还简单，炒呀唔炒，炒，糟糕了。两位煮菜的手艺老工艺有同样好嘛？等下晝3點食材料理王等咯。就是
20年来，已是日本进口的礼服也贵严重无法。只有2.5头，很少。唔是说经验都对头对尾都总啊唔好。礼服毛啦影响到里农嘅生活。这农民就足歹下，这个决心是要安怎做？啊，成本投资拢已经落去。 3月4日，礼拜下晝5點，村民大會邀請鄉下來關心。伊唔好，我又有生意呢，故說本公司吃頭路誒。下班上班的時節，鋪裝機頭名也是。超過30歲細妹嘅，見來見無 TV，有2隻同事得到憂鬱症。 唔是做也冇要緊啊！我認為我嘅能力，當咱間公司都做得，因為我當優勢咧。安尼你呐，就算本嚟新嘅條路，還係會對新嘅公司有當多嘅不滿意啊。都唔得做定拼人天嘅假車，出嚟呢看強出價，天窗改變，就係講啊，已經認清重要嘅，唔係喺那間大公司做事，喺老萬人鄉下做事，我係安尼想嘅。日辦嘅事情，一向本身仲不少。 用在田氏币。上夜班是写演喷发灯，还有乜嘅好搞嘅呢？當然行去同神奇嘅阿中股鄉下來聽鬧熱咯。按準備當到台獎，還有紅包送本五。各位鄉親，精彩嘅節目聽錯愛記得收看。 3月初1拜日暗晡8點，洋洋得意頭亮嘅，等來可以拿台獎哦。遇到阿伯阿婆，係啊，阿婆係要將係識病人呢，唔過病人係富誒。請問一下，你係乜界呀？我也冇看過誒。啊？天字街係黃色咧。天字街係黃色。哦，黃色。蛇姑，長英係幾嘢？是同學，係一張黑毛。上到啦，係係我阿哥，係我老太，阿哥，老太。現正省下表那個為落太熱，對抗不時不有嘅風采體統。 蘇古老祖宗傳下來嘅功用。